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示范的影片是如何清理蜘蛛丝。首先，你必须要准备的工具呢，就是长扫把或者是其他捕捉蜘蛛网的工具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上方有蜘蛛丝。那请准备这个扫把，然后往上方移动，轻轻的勾拨，就可以将蜘蛛丝清除了。那蜘蛛丝比较大量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掉落在地板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必须要准备扫把畚斗，然后将在地板上的蜘蛛丝予以清除。用扫把畚斗拨到这个畚斗里面，然后再把它清理。那另外呢，扫把的头呢，它可能会有粘附蜘蛛丝的部分，那就是要把它用手清理起来。这样接下来你的长扫把才会有效的可以继续工作。